阿 Ray，我哋今日會為大家介紹中文輸入法喎。係啊，咁啊，相信大家咧都會用過一啲中文輸入法，譬如係倉頡啦、速成啦，或者係簡易輸入法咁噶。咁啊，不過啲輸入法咧，全部都要用晒成個鍵盤咧，先至可以輸入到中文嘅。咁我哋今日介紹一種輸入法咧，就淨係用鍵盤上高嘅數字鍵咧，就已經可以輸入到中文噶啦。所以咧就適合喺電話上高使用啦。咁啊，另外呢個輸入法咧，仲係香港人發明嘅添。你講緊嘅梗係九方輸入法啦。係啦，咁呢種輸入法咧就淨係用數字鍵咧已經可以輸入晒所有中文㗎啦。咁佢亦都分為咧筆畫、拼音同埋字形嘅輸入法㗎。咁適合唔同人嘅輸入習慣。咁啊，唔同嘅輸入方法咧，亦都可以交替使用，互相查詢嘅。咁唔識打嘅時候咧，都可以方便好多㗎啦。其實呢個輸入法咧，基本上都唔使點學嘅，只要你識得寫中文字咧，就識得點樣輸入㗎啦。不如我哋先講下點樣用筆畫嚟到輸入啊。筆畫輸入法咧，主要咧係由橫豎撇點折5個基本筆畫啦，同埋24個常用部首組成嘅。佢最大嘅特點咧，就係只要順序輸入每個字嘅頭1兩筆咧就可以㗎啦，完全唔需要拆碼，亦都唔需要夾硬記一大堆字根嘅。佢嘅輸入規則只有得4句：獨體打2筆，分體又加1，中間且莫問，部首要先行。獨體打2筆嘅意思咧，就即係凡親獨體字啦，只要順序輸入頭嗰2筆咧，就可以完成輸入法噶啦。譬如好似天津個天字啦，咁因為咧冇左右嘅分別啦，唔可以分成左右2部分啦，所以就屬於獨體字嘅。咁對於啲獨體字咧，我哋只需要咧輸入頭嗰2筆，即係一畫同埋第二畫一畫，咁就可以完成噶啦。分體又加1嘅意思咧，就係凡係屬於分體字，除咗輸入左邊字首嘅順序2筆之外，仲要輸入最右邊字首嘅第1筆。好似天津嘅津字，津字咧因為係能夠左右分拆，屬分體字，所以咧先輸入左邊字首順序嘅2筆，即係3點水嘅頭2筆點點，然後再輸入右邊字首嘅第1筆，即係月字嘅第1筆節，就完成啦。阿佩佩啊，咁如果分體字咧由左中右3部分咁組成，咁嘅話咧，我哋點樣輸入呢？中間且莫問呢句口訣就係講呢一種情況啦。好似浙江個浙字為例啦，只係需要輸入最左嘅首2筆，即係1點，再加1點，同埋最右部首嘅第1筆，即係1撇。咁個浙字就會顯示出嚟，就唔使理會字體中間嘅部分啦。部首要先行呢句咧，又係咩意思呢？我哋剛才講過，九方輸入法除咗5個基本筆畫之外，仲包括24個常用部首嘅。當我哋喺9宮格上面發現有適用嘅部首嘅時候，要優先選用部首。好似香港嘅香字，我哋需要輸入第1筆撇之後，就會發現部首和嘅出現啦。呢個時候，我哋應該揀和部首，而唔係繼續輸入第2筆橫。筆畫輸入法咧，的確簡單易用喎。咁啊，至於拼音輸入法咧，顧名思義當然係用國語拼音啦，喺國內亦都非常之流行嘅。咁字形輸入法係咩嚟嘅咧？嗱，筆畫輸入法咧，由於用嘅人咧係要識得正確嘅筆順，先至可以作出最快嘅輸入嘅。咁又唔係每個人都識得正確嘅筆順啦，所以咧就有字形輸入法嘅出現啦。嗱，舉個簡單嘅例子，阿 Ray，如果用筆畫輸入法寫個女字，你會點做啊？女字啊，咁首先咧我會輸入一橫啦，咁然之後應該係個節啦。咦，點解揾唔到個女字嘅？因為你嘅筆順錯咗咯。女字嘅正確筆順，第1筆應該係節，然後撇，最後先係橫。咁中文字嘅正確筆順都的確唔簡單喎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識得字形輸入法咧，就可以避過呢一關啦。咁啊，字形輸入法輸入個女字會係點輸入咧？首先喺系統板上邊揀字形輸入，女係獨體字，所以需要輸入2碼。首先輸入女字嘅特徵 X。即係交叉，然後選擇女字部首，再按0字確定就得啦。好啦，咁等我試下用獨體字嘅字形輸入先。首先我用個李字嚟試啦。咁李字咧先係1畫啦。唔係，筆畫輸入先至係1橫。字形輸入咧應該係揀木字嘅字形特徵，即係10字部，然後有一個木字部件出現，再按確定。咦，真係揾到個李字喎！大家不妨試下用呢一個簡單易用、功能又多，同埋仲係香港人發明嘅中文輸入系統啦。又可以支持下香港嘅科技成就啦。